在客家艺文界颇负盛名的打邦尼客家乐团再度入围了金曲奖，获奖无数。团长刘荣昌他可是把对客庄的情感通通写到歌曲里面。这个乐团中西合璧，也因此呢，他用不同的方式诠释客家音乐，希望呢大家都听得懂他们的热情。把草地当舞台，打邦尼客家乐团喜欢用最自然的方式跟乐迷接触。团长刘荣昌是新竹客家人，每个月都有一天会用客家歌声陪伴新瓦屋的绿市集。打邦尼客家话是幸好有你。团长刘荣昌成立打邦尼乐团，受到新竹很多亲友的照顾。他希望乐团也能够回馈，帮有机农园手做市集，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访。很多人停下脚步，因为这个客家乐团真的很有趣，有贝斯手，有鼓手，也有传统乐器，中西合璧，希望带给大家与众不同的客家音乐。我的野心比较大一点，就是说我们有很棒的文化内涵，那其实放到一个国际的舞台上，我觉得那个东西才是我们值得拿出去跟世界分享。颠覆传统，为客家音乐注入新生命。刘荣昌他也把对家乡的情感写进歌曲里，童年记忆、客庄故事，只要拨动琴弦，就能够变成动人的歌曲。努力创作客家音乐，让他的新专辑再度入围了今年金曲奖最佳客语演唱人。而为了要替客家音乐激动更多的火花，他还向客委会争取逐梦计划。他将带着自己的乐器远赴新疆，跟当地居民进行音乐交流。那个乐器叫冬不拉，然后他们的吟游诗人喜欢用那个乐器做弹唱，然后他们的节奏很丰富，你知道吗？西域的就是那个，那我觉得很想去学习这样子的东西，把它放到可能未来的创作或什么这样子。刘荣昌从学生时代就获奖无数了，更是许多客家音乐比赛的常胜军。他喜欢用不同的方式诠释传统，有不同的角度创新音乐。他希望客家音乐也能够被全世界听见。市集田野间，打邦尼的音符轻轻流泻，串起客庄童年，缭绕客家风情，跨越时空，从得奖舞台到塞外新疆，诠释客家的感动时刻。